舊約列王記下第20章，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，阿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，對他說：耶和華如此說，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，因為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希西家就轉臉朝牆，禱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，我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完全的心，按誠實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。希西家就痛哭了。以賽亞出來，還沒有到中院，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：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，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：我聽見了你的禱告，看見了你的眼淚，我必醫治你。到第3日，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壽數，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。我為自己和我僕人大衛的緣故，必保護這城。以賽亞說：當取一塊無花果餅來，人就取了來，貼在瘡上，王便痊癒了。希西家問以賽亞說：耶和華必醫治我，到第3日，我能上耶和華的殿，有什麼兆頭呢？以賽亞說：耶和華必成就他所說的，這是他給你的兆頭。你要日影向前進10度呢，是要往後退10度呢？希西家回答說：日影向前進10度容易，我要日影往後退10度。先知以賽亞求告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使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，日的日影往後退了10度。那時巴比倫王巴拉旦的兒子比羅達巴拉聽見希西家病而痊癒，就送書信和禮物給他。希西家聽從使者的話，就把他寶庫的金子、銀子、香料、貴重的膏油和他武庫的一切軍器，並他所有的財寶都給他們看。他家中和他全國之內，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。於是先知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，問他說：這些人說什麼？他們從哪裏來見你？希西家說：他們從遠方的巴比倫來。以賽亞說：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麼？希西家說：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們都看見了。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。以賽亞對希西家說：你要聽耶和華的話，日子必到，凡你家裏所有的，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，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，不留下一樣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眾子，其中必有被擄去在巴比倫王宮裏當太監的。希西家對以賽亞說：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。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，豈不是好嗎？希西家其餘的事和他的勇力，他怎樣刮池、刮溝、引水入城，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。希西家與他列祖同歲，他兒子瑪拿西